为了支持台湾往来，有网络购物的平台向台南市政府采购2500公斤，而且独家甲便利超商合作。4号市长嘛来到超商，再次呼吁大家做伙以行动来支持台南往来，会中象征性打上马上购买标志，并且伫网络选定冷冻食品落单以后来超商取货当中，会送1克金钻往来，限量1万份。市长强调，这个行动绝对不是一时的热情，而是争取让更加多人认识有一个台南往来。我们不是因为情绪而挺凤梨，不是因为一时的热情而已。我们其实为的是很多很多的好朋友。大家凤梨真的是好东西。因为它的好处、它的口感、它的鲜甜，还有许许多多等一下接下来凤梨的加工品，这个都是值得大家去热爱的、爱用的。所以我们是靠品质取胜。那台南的关庙凤梨，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新的凤梨制品，都值得大家去体会。因为不管全台湾许许多多的年轻朋友们有很高的消费力，GDP 也到一定的高的水准，所以不管是网购，不管是实体通路，都欢迎来爱用台湾的凤梨，也欢迎大家来喜欢台南的凤梨。这摆网络购物平台除了送台南金钻往来，另外所采购2500公斤的部分卖涨价，提供规粒的青果，也有切好的冷冻往来，要让消费者选买，方便又个美味。论局表示，往来不管青食、拍果汁，还是做料理、做串冰，拢真赞。期待创造无同形态消费方式。台南新闻，阮是何乔邦采访报道。